歡迎收看客家網絡學院每日一行語新聞。中央通訊社5月3號在中正紀念堂舉辦講客家推動時代前行的集體協議新書發表會同日登場。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姚友丕代表主委顧秀惠出席活動，希望透過28個展覽，本向更多的國際旅客了解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客家族群在野地土地上高一直扮演重要角色，韓國做出當多貢獻。姚副主委表示，透過28日影展，不但將做得看到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也在一度證明，在推動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當中，客家人始終都無缺席。客委會表示，5月3號開始到20號，在中正紀念堂中央通網展出，希望透過28展覽同新書出版，本向更多後代看到前輩的努力同付出，韓國在時代持續向前推進的路上，延續這份精神，繼續堅持，踏遍前行。以上是客家網絡學院的報道。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的每日一行語就是日樣，佢好用日樣的方式來記錄生活，佢好用日樣的方式來記錄生活。學會忙啊，下禮拜再來了。